请你停下来几秒钟，放下手边的事情，认真听我说。这段对话可能会彻底改变你晚年的生活品质。想象一下，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想去巷口买份报纸，却发现那短短的100公尺变得像马拉松一样遥远，或者你只是想抱起刚学会走路的小孙子，手臂却使不上力，只能无奈地放下。这不是单纯的老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台北万华住着一位72岁的陈美兰女士。美兰姐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大半辈子都在为家庭操劳。但去年开始，她发现自己连家里那3层楼的公寓楼梯都爬不上去，每走3阶，腿就酸软得像棉花一样。她的女儿看在眼里，心疼又焦急，甚至开始私下打听家里附近的安养院，担心美兰姐哪天在楼梯间跌倒，没人发现，生活无法自理。这种失去独立，必须依赖别人的恐惧，是许多长辈心中最深沉的痛。事实上，科学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60岁以后，如果你不刻意维护，肌肉每年会流失1%到2%。到了75岁，你可能已经流失了全身30%的肌肉。没有了肌肉，你的身体就像一台没有引擎的报废车。在此，我想请大家帮个忙，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为你准备的健康建议。我也想知道你现在是否正在专心听这一段分享。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评论区打个1。如果暂时还没感觉，请打个0。你们的每一份回馈对我来说都很重要。要把身体比喻成一台车，你的肌肉就是引擎，而血液就是高速公路上奔驰的小客车，负责把营养送到全身。如果引擎坏了，车子再新也动不了。我要告诉所有在座的朋友，腿部无力不是因为你老了，而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紧急求救讯号。好在美兰子的故事最后有了转机。今天我要把这套救了美兰子的方法分享给你。只要透过正确的饮食，你也能重新找回腿部的力量。接下来我将揭晓8种能帮你长肌肉、挽救行动力的超级食物。很多人问我，医生，我每天都有去公园散步，为什么腿还是越来越细？这就是肌少症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我们把身体想象成一个建筑工地，年轻的时候，你的体内有一支强大的施工团，对，每天都在维修补强你的肌肉纤维。但过了60岁，这群工人开始罢工退休。如果你不给他们发工资、营养和下达正确指令、运动，你的肌肉墙壁就会开始崩塌。在门诊中，我常看到长辈们犯下3个致命错误，这让他们的肌肉流失得比一般人更快。第一个错误，早上不吃蛋白质。很多台湾长辈早餐习惯只吃稀饭配酱菜，或者是前面馒头，这些全是碳水化合物。你的肌肉在经过一整晚的消耗后，早晨是最需要氨基酸修复的时候。如果你早上不给它蛋白质，身体就汇转而消耗你原本就不多的肌肉来维持运作。第二个错误，只走路不补充营养。散步是很好的心肺运动，但它对生长肌肉的刺激很小。如果你每天走1万步，却没有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这就像是一直让老旧的引擎运转，却不加黑油，最后引擎只会磨损得更快。第3个错误，吃了蛋白却整天久坐。很多人听说鸡蛋好，一天吃3颗，但吃完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在医学上叫做合成阻抗 （anabolic resistance）。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合成肌肉的效率偏低，你必须达到一定的白氨酸门槛 leucine threshold， 并配合活动，肌肉才会真正长出来。住在台中的林伯伯今年68岁，他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每天早起爬山，但早餐只喝黑咖啡配吐司，结果体重一直掉，腿围缩水。直到我帮他修正了这3点，他的体力在短短1个月内就有了明显的提升。记住，修正这些错误，你的努力才会翻倍见效。现在让我们从第8名开始倒数这8种强健肌肉的黄金食物。我们从第8名开始说起，南瓜子。你可能会惊讶，这么小的种子有什么用？南瓜子富含镁，镁是神经，与肌肉传导的关键。很多长辈半夜容易小腿抽筋，或者觉得肌肉紧绷，往往是因微缺镁。高雄74岁的王先生，过去常因为半夜抽筋痛醒，导致睡眠品质极差。我建议他在下午2点到3点泡茶时，抓1小把原味南瓜子当点心。2周后，他跟我说，那种抽筋的恐惧感消失了，腿部肌肉也感觉放松许多。接着是第7名，骨头汤，大骨汤。这是我非常推荐的传统食疗。骨头汤里含有天然的胶原蛋白，它是支撑我们关节与肌肉组织的支架。如果肌肉是引擎，关节就是齿轮，齿轮卡住了，引擎再有力也发挥不出来。台南71岁的黄阿姨，以前膝盖僵硬，上下楼梯总是有咔咔声。我教她用猪骨或鸡骨滴一点醋，帮助钙质与胶原蛋白释放，慢火炖煮4小时。这种汤水对胃常吸收负担小，又能滋润关节。记得要把上面的浮油捞掉，我们喝的是精华，不是油脂。再来是第6名，甜菜根。这在国外被誉为运动员的秘密武器。甜菜根含有丰富的硝酸盐，进入体内后会转化为一氧化氮。一氧化氮能扩张血管，让血液流量增加，这对长辈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的腿部无力是因为血流不通。新北76岁的张先生，以前总觉得腿部沉重，走没几步就想坐下，开始喝甜菜根之后，他感觉腿部变得轻盈，因为氧气能更有效地输送到肌肉。通常在摄取后的2小时内，你就能感觉到身体微热，血流变得顺畅。这3种食物虽然不是主餐，但它们像是在为你的肌肉环境打地基。地基稳了后，面吃进去的蛋白质才能真正转化为力量。接下来我们进入前5名，这几样是真正能让肌肉长出来的关键食物。第5名是鲑鱼。鲑鱼味什么重要？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白氨酸 leucine。如果长肌肉是一台机器，白氨酸就是启动机器的点火钥匙。没有这把钥匙，你吃再多蛋白质都没用。此外，鲑鱼富含 Omega-3 脂肪酸，这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发炎剂。许多长辈的肌肉流失，是因为身体长期处于慢性发炎状态。台东70岁的李女士，原本深受肌肉酸痛之苦，在每周增加2次。摄取鲑鱼后，她发现身体的僵硬感减轻了，体力恢复得更快。第4名则是地瓜。你可能会问，地瓜不是淀粉吗？跟肌肉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很多人的误区。要长肌肉，不能只吃肉，你必须要有能量，让肌肉去工作。地瓜提供优质的碳水化合物，能转化为肌糖原，这就是储存在肌肉里的燃料。很多长辈为了减肥或血糖而不吃淀粉，结果导致肌肉被当成燃料烧掉，
这叫做低碳错误。台中69岁的吴先生，原本为了怕血糖高不吃主食，结果越吃越瘦，人没精神。我建议他在运动前吃一小块蒸地瓜，结果他运动时更有力，肌肉量反而回升了。记住，地瓜要连皮吃，纤维才够，血糖才稳。这两样食物的组合，就像是给了身体最好的燃料与最强的启动装置。看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长肌肉不需要吃什么昂贵的药补，这些天然的食材就在我们的菜市场里。现在来到最核心的阶段，第3名，希腊优格。这个里我强调的是希腊优格，不是一般的甜味优格。希腊优格的蛋白质含量是普通优格的2倍，而且它包含乳清蛋白和酪蛋白，这是一个完美的双重吸收组合，乳清蛋白快，酪蛋白慢。这意味着你的肌肉在吃下去后的几个小时内都能持续得到营养。更重要的是，它富含益生菌。人体70%的免疫系统在肠道，如果肠道不好，你吃再多营养也吸收不了。新竹73岁的周阿姨，原本消化系统差，吃肉就胀气，自从把下午茶换成1碗无糖希腊优格加一点坚果，她的排便变顺了，脸色也红润起来。这就是营养真正吸收进去的表现。接下来是第2名，鸡蛋。鸡蛋是地表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它含有胆碱、抽令，能帮助神经传导，让大脑对肌肉的控制更精准。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D， 这对肌肉受体至关重要。很多长辈容易跌倒，是因为肌肉反应太慢。高雄71岁的陈太太原本很怕胆固醇，一天连半颗蛋都不敢吃。我告诉她，对大多数人来说，食物中的胆固醇对血胆固醇影响很小，反而蛋黄里的营养是肌肉防线。她开始每天吃2颗水煮蛋，一段时间后，她走路的平衡感明显改善，那种脚底发虚的感觉消失了。这2样食物非常适合牙口不好的长辈，它们质地软，易消化，却能提供最高品质的建筑材料，帮你把流失的肌肉一块一块补回来。最后，我们要揭晓这份名单的冠军：分离式乳清蛋白 （Whey Protein Isolate）。很多人一听到乳清蛋白，就觉得那是年轻人在健身房练大肌肉才喝的东西，这真的是天大的误解。事实上，乳清蛋白对于高龄者来说，不是补充品，而是最重要的保护工具。这就是改变陈美兰人生关键的最后一块拼图。为什么我要强调分离式 isolate？ 因为很多长辈有乳糖不耐症，喝牛奶会拉肚子。分离式乳清蛋白去除了大部分的乳糖和脂肪，纯度更高，对肠胃更友善。它就像是已经帮你预先消化好的纯净蛋白质，进入体内后能迅速到达肌肉。使用乳清蛋白有一个黄金30分钟规则，最好在早晨起床后，或是做完简单的阻力运动，如深蹲、抬腿后立即饮用。这时候肌肉就像前造的海绵，能瞬间吸潜所有的营养。我们回头看看美兰子，在我的建议下，她开始每天早上把那碗没营养的白稀饭换成一杯加入分离式乳清蛋白的燕麦奶，并配合简单的居家核心练习。3个月后，奇迹发生了。美兰子不仅能自己爬上3楼，前阵子她甚至还跟着社区大学去爬了阳明山的小油坑步道。她的女儿再也不提安养院的事了，全家人都为她的健康感到高兴。我常跟患者做个比较，
买一桶高品质的乳清蛋白可能要1-2千块，这看起来有点贵，但比起住进安养院每个月3-5万块的开销，或是因为跌倒住院动手术的痛苦与费用，这份投资简直太划算了。当然，我也要提醒，如果你有严重的慢性肾脏病，在使用任何高蛋白补充品前，一定要咨询你的主治医师。但对于大多数健康或亚健康的长辈来说，乳清蛋白是你对抗老化的最强护盾。这不是为了练出大肌肉去比赛，而是为了让你有力气走出门，去看看这个世界，去跟老朋友聚聚，去过一个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今天我们聊了很多，让我们快速复习一下这8种超级食物。我们有照顾神经的南瓜子，疏通血流的甜菜根，支撑关节的骨头汤，提供能量的地瓜，负责点火的鲑鱼，照顾肠道的优格，提供全面营养的鸡蛋，以及快速修复肌肉的乳清蛋白。你不需要明天就去超市把这8样全部买齐，那太累了。健康是一场马拉松，不是100米冲刺。我希望你从明天开始，只做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好，把你的早餐加入优质蛋白质。我给在座的所有长辈一个2周挑战，在接下来的14天里，每天早上给自己准备2颗蛋，或者1杯乳清蛋白，就这么简单。2周后，请回来这一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体力有没有变化，或者你的腿部是不是感觉更有力了。你的健康是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请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或是你的爸爸妈妈。我们的一点点分享，可能就能挽救一个家庭免于失能的恐惧。再次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入的健康分享，请记得订阅并留言，我会亲自阅读你们的评论，并在未来的影片中回答大家的问题。我是陪你健康到老的伙伴，我们下期见。